经才24年的女孩，提起事务人珍惜的女孩，教导台湾人尊重生命的女孩，更鼓励世人付出爱，把握当下的女孩。这位女孩，上帝所爱的女孩，众人所怀念的女孩，即将回到私屋的女孩，回到亲爱家人身边的女孩。如今，在天父怀里安息。他现在在天上。